大家好，我係 Good Channel Thai 對路泰國嘅 Kun Wing 啊。今集企業出海泰國錦囊會同大家介紹一下 IEAT 自由貿易區嘅核心優勢。IEAT 自由貿易區嘅核心優勢不只在於 IEAT 經營用地許可證同埋自由貿易區嘅進出口權證。概括嚟講 ，IEAT 自由貿易區嘅核心優勢包括一、工業局旗下嘅工業用地；二、法定嘅自由貿易區；三、受泰國海關監管嘅特殊待遇；四、100% 全外資控股；五、合法擁有工業用地。透過 IEAT 自由貿易區政策開立嘅公司咧，有以下嘅核心優勢。IEAT 自由貿易區可以合法做進口、儲存、加工、再出口或者轉內銷，呢一個咧亦都係 IEAT 自由貿易區最大同埋最實用嘅優勢。喺 IEAT 自由貿易區底下，企業可以從中國或者其他任何嘅國家合法進口貨物，無需立即繳付進口關稅同埋增值稅 VAT。喺 IEAT 自由貿易區內，客戶可以在自貿區裏邊做倉存、分裝、標貼，甚至乎簡單嘅加工。根據泰國工業園管理局法律基礎下，貨物入自由貿易區免關稅，出區才需要繳稅。呢個係普通嘅泰國公司完全做唔到嘅政策優惠嚟㗎。IEAT 自由貿易區絕對可以做到泰國內銷。坊間有好多人以為自由貿易區只能夠做出口，呢一個可以話係大錯特錯啊！IEAT 自由貿易區裏邊嘅企業係可以將佢哋嘅貨物賣俾泰國本地做 B to B 或者 B to C， 只要喺出自由貿易區嗰一刻，正常做好報關嘅申報，同埋補繳進口關稅同埋 VAT， 呢個喺法律上面係完全合法合規嘅，真正做到進可攻退可守。IEAT 自由貿易區仲享有控股權嘅優勢，例如喺泰國從事貿易、倉存、物流同埋服務類型等等嘅產業，根據外商經營法外資持股嘅比例係唔能夠多於49%，但係喺 IEAT 自由貿易區裏邊就會允許外國人可以100% 全外資控股㗎。最後要提到嘅就係資產配置啦。外國人基本上喺泰國係唔能夠擁有土地，但係喺 IEAT 自由貿易區嘅政策底下，你係可以合法喺 IEAT 區內購買工業用地，同埋購買自由貿易區嘅智慧辦公室㗎。